主后2023年1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创造的恩典。圣经，咱来听读创世纪第2章第4节到25节。这就是天甲地创造的过程。创造的另外一个记载。主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，大地还未有草木，田野还未生菜色，因为主上帝无落雨，嘛还未有人通种植。总是有水对地冲出来，润泽土地。主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捏造人，对伊的鼻孔分生命的气，人就成做有生命的人。主上帝伫东方的爱殿开垦一个园，将所造的人下伫迄内面。主上帝互地发达种好看的树仔，甲好食的果子。伫园的中间嘛有活命树，甲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。有一条河对爱殿流出来，灌入迄个园，对遐分做4条。头一条叫做比顺河，是哈菲拉全地遐出产金，是上好的金。佮出产珍贵的香料甲红玛瑙。第2条叫做基粉河，是古实全地。第3条叫做德基利斯河，流对亚述的东边。第4条就是幼发拉底河。主上帝将迄个人安顿伫爱殿园，互伊种植、固守迄个园。主上帝吩咐迄个人讲：园内逐种树的果子，你拢通食。毋过迄丛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，伊的果子你袂用得食。你若食，迄日你一定会死。主上帝讲。迄个人家己一个大毋好，我要甲伊做一个帮赞者来匹配伊。主上帝用土做野地逐款的走兽，以及空中逐款的飞鸟。主上帝甲遐个动物带来迄个人的面前，互伊甲因号名。迄个人甲逐款动物号的名，就成做迄个动物的名。迄个人就甲所有的精生、空中的飞鸟，甲野地一切的走兽号名，毋过找无一个通做伊的帮赞者来匹配伊。主上帝互迄个人困冬眠，伊就困。主上帝对迄个人摕一支肋骨，佮互迄位的肉合起来。主上帝就用迄支肋骨做一个查某人，带伊来到迄个人遐。迄个人讲：即个才是我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通称伊做查某人，因为伊是对查甫人摕出的。安尼，人要离开伊的爸母，甲伊的某结连，两人成做一体。翁某两人赤身裸体，无感觉见笑。以上，上帝创造的恩典。人类的文明发展甲环境息息相关，人甲环境的交互作用，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。人类通改变环境，互环境变甲搁较好，也是搁较歹。环境也通改变人类，催生也是毁灭人类的文明。
地上甲地下的水是大地万物受造的开始。创世纪第2章第40到第60讲到，主上帝造天甲地的时，大地还未有草木，田野还未生菜色，因为主上帝无落雨，嘛还未有人通种植，总是有水对地冲出来，润泽地面。土地含水是支持生命的基础，若无土地含水，生命就学得持续；若无土地，人学得立足。人是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所造，人死了后也会回归土粉。上帝伫东方开辟美丽的爱甸园，园里土地生长各种美丽的树仔，会通出产好食的果子。上帝创造人，甲生命的气分入伊的鼻孔，伊就成做有生命的人。上帝甲人安置伫资源丰富的爱甸园内面，予伊种植、看守爱甸园。可见，人只是土地的管理者，毋是拥有者。若无水，生物也学得存活。爱甸园内有一条河流，通灌压园。当伊流到园外的时，分做4条支流。第一条支流是出产纯金、稀罕的香料和宝石的比顺河。第二条支流是款式古色的基粉河。人类的文明发展也甲水息息相关。总是人类犯罪，土地经历那时代的大水，了环境大改变。呾已经学得找出这2条支流的确切位置。经文中讲到的另外2条支流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。这2条河形成的两河流域，就是美索不达米亚。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字的字源是希腊文对河甲中间2字构成的，意思就是2条河流的中间。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古文明发展的起源地，因为两河流域的水源是来自爱甸园。爱甸园成做人类文明发展的泉源。美索不达米亚涵盖的土地范围，除了现今的叙利亚、土耳其、伊朗以外，大部分的位置伫伊拉克境内。伊拉克的阿拉伯语就是美索不达米亚，是2个河的中间的意思。互看做是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，受上帝呼召离开故乡、亲族和老爸家，到上帝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的时，伊的家乡就是位伫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。迄时，75岁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指示离开哈兰，互万民因为伊得到福气。运用人类古文明的两河流域，水源是对爱甸园流出来。若是爱甸园是上帝所造，可见人类文明的起源是来自上帝创造的恩典。默想，我安怎对待运用我生命成长的生活环境？我安怎对待运用我生命成长的生活环境？咱来祈祷，创造天地的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恩典对你来，
感谢你伫我出母胎以前，就为我备办好我所需要的生存环境。你赐我日光、空气、水，搁赏赐我骹掌所踮的土地。求你帮助我，珍惜你所赐的丰富资源，互我无论伫啥物处境中，拢通信靠你的恩典来活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